溫哥華警方收到一個失蹤報案，聽起嚟非常之不可思議。20幾歲嘅中國留學生喺電話裏面講，佢朝早準備揸車送父母去機場回國，佢喺父母租住嘅民宿裏面幫忙拉行李嘅時候，一轉頭佢嘅媽媽竟然失咗蹤。大家好，我係頭盔。我哋今日講嘅案件曾經轟動一時，整件案件曲折反轉，警方以臥底嘅手法成為咗破案嘅關鍵。2012年6月8號，加拿大溫哥華警局接到一個報案電話，報警嘅人係一名叫做湯婉希嘅中國留學生。佢表示話自己嘅媽媽突然間失蹤，警方隨即展開調查。根據警方當時對事件嘅了解，失蹤者名叫做郭連杰，47歲。佢同丈夫湯繼輝喺20日之前由中國嘅廣州出發去到溫哥華，專程嚟探望喺加拿大嘅兒子湯婉希。湯婉希25歲，已經畢業，亦都揾到工作，一家三口喺溫哥華度過咗一段愉快嘅時光。而因為湯婉希嘅屋企係同其他人合租嘅，所以佢哋一家三口就喺附近嘅一間民宿租咗2個房間住咗落嚟。2017年6月7號下午，即係警方收到報案嘅前一日，當日係佢哋準備離開加拿大返去中國嘅時間。湯婉希朝早揸車帶住佢嘅媽媽，將自己嘅行李由民宿搬返去自己嘅屋企。到咗之後，將汽車泊喺屋企嘅外面。湯婉希就將行李搬入屋，而媽媽就喺屋企嘅門前睇住其他未搬嘅行李。湯婉希搬行李入屋嘅時候，佢仲睇到媽媽企喺門口嘅，但係出嚟之後就發現佢唔見咗。起初佢冇為意，以為媽媽可能只係去咗附近嘅商場買啲嘢，但係之後打去嘅電話一直都冇人接聽，所以即刻揸車返到去租住嘅民宿，而父親就喺民宿裏面。湯婉希問佢嘅父親媽媽有冇返到嚟，佢嘅父親表示話冇。於是2個人就四處尋找，但係唔見任何嘅蹤影，因為回國嘅航班係喺下午嘅時間。佢哋猜測媽媽會唔會係自行先去機場呢？於是父子2人就擺好行李，隨即揸車去到機場。去到之後依然冇任何嘅發現，而航班起飛嘅時間就快到。湯婉希就建議佢嘅爸爸首先上機，表示話或者可以喺飛機上面見到媽媽呢，而自己亦都可以同時喺機場裏面繼續尋找。登機之後，湯繼輝發現屬於妻子嘅座位係空嘅，無可奈何之下，度過咗13個鐘頭嘅飛行時間。喺廣州落地之後，爸爸即刻聯繫湯婉希，湯婉希亦都向佢嘅爸爸表示，去過媽媽曾經到過嘅所有地方都冇任何嘅發現，所以第2日加拿大嘅時間6月8號，佢哋選擇報警。湯婉希向警方表示話，佢媽媽講廣東話，並唔識英文，好擔心佢嘅安危。而警方聽到亦都感覺非常之奇怪，因為當日就搭飛機要返自己嘅國家，但係竟然無緣無故消失。於是即刻成立咗專案調查組。起初警方有懷疑郭女士係唔想回國，企圖非法居留喺加拿大，所以故意失蹤失去聯繫。但係好快呢一個假設就被證實唔成立。首先佢哋屋企喺中國做生意，生活好富裕，衣食無憂，並無需要滯留喺加拿大。而且父親湯繼輝返到去廣州之後，馬上通過當地嘅政府聯絡中國駐溫哥華總領館去求助，而2日之後就再次飛返嚟加拿大尋找妻子。所以如果真係想非法滯留喺加拿大，佢爸爸係唔需要做以上嘅行動。兩父子向警方表示，媽媽身體健康，並冇任何嘅精神疾病同埋不良惡習。夫妻2人亦都經常出外旅遊，去過東南亞以及歐洲多個地方。因為做出口家具生意，喺美國亦都有客戶。而爸爸湯繼輝每年去美國傾生意，就會順便嚟溫哥華探望兒子。雖然妻子係第一次嚟溫哥華，但係強調佢嘅失蹤係同非法滯留無關。失蹤嘅時候，佢嘅護照、證件、手袋都留喺兒子湯婉希嘅車裏面，而身上面應該只有百幾蚊嘅加幣。所以兩父子好擔心媽媽係被有精神病嘅人去擄走，或者被綁架。
焦急嘅兩父子每日都揸住尋人啟事嘅牌，穿梭喺城市嘅每一個社區，尋找郭女士嘅下落。同時佢哋又接受媒體去採訪，以及開記者會嚟擴大影響，希望每一個社區每一個人都留意到呢一件事。喺採訪裏面，湯婉希神情憂鬱，因為擔憂母親嘅安危，曾經幾度悲傷哭泣。孝子尋母嘅事件好快就成為咗熱點新聞，普民大眾都被呢一對父子所感動，於是好多群體自發加入尋找隊伍。但係經過多日都係冇任何嘅消息，而警方亦都感覺到呢件係一件不尋常嘅案件。郭女士身為一名語言不通嘅亞洲女性，特徵極其明顯，正常應該好快就會有線索，但係又冇收到任何嘅勒索電話，表明呢一件事並唔係綁架案件。而且警方喺調查開始嘅時候，其實佢哋發現咗一個問題，就係湯婉希報案嘅時候故意隱瞞資訊，而且提供母親嘅失蹤地點前後矛盾。首先，湯婉希佢隱瞞咗一家人喺民宿裏面租咗2間房間嘅情況，佢只係話自己由自己嘅屋企開車去到民宿，然後接父母去機場，令到警方誤會，以為3個人係分開居住。佢冇向警方表示話自己就住喺父母嘅隔離。而湯婉希面對住警方嘅疑惑，只係簡單一句回答：你哋冇問到，我就冇講。佢表示話自己嘅英文唔好，表達得唔夠清楚。而警方認為，如果湯婉希係咁關心媽媽嘅失蹤，應該係會向警方提供所有嘅資訊。但係佢竟然隱瞞咗自己住喺母親隔離嘅房間。作為一個報案人，實在係有一啲反常。第二件事就係喺報案嘅時候，湯婉希表示媽媽係喺自己嘅屋企門口失蹤，但係之後就改口，表示媽媽係喺租住嘅民宿門口失蹤嘅。而佢爸爸聽到之後亦都感覺到十分詫異，問佢到底係發生啲咩情況。而湯婉希嘅解釋就係因為自己屋企嘅房東非法分租，避免警方會去屋企調查，因為會為房東引起麻煩，所以就改口隨便應付警方。而警方調查民宿嘅時候，由其他嘅租客得到資料，表示佢哋一家3口大約租住咗2個星期，佢哋同其他嘅租客甚少往來，睇上去佢哋嘅相處關係好和諧，而母子2人相處亦都好融洽，所以警方亦都冇再去深入調查，都係以一般人口失蹤嘅事件進行處理。然而2個星期嘅時間過去，但係都冇任何嘅進展。警方亦都對外公開表示話，郭女士唔排除遭遇不測嘅可能性。調查冇進展，父子2人亦都心力交瘁。而因為中國嗰邊嘅生意實在冇辦法去耽誤，所以湯婉希就勸父親湯繼輝首先返去廣州，有任何嘅進展隨時再聯繫。而自從爸爸再次回國之後，湯婉希就似乎恢復返正常嘅生活，佢唔再積極尋找母親，只係靠警方主動去聯絡自己。2012年7月20號，案件正式轉交俾加拿大重案綜合調查組，開始由嚴重案件嘅角度嚟調查。警方認為，如果郭女士遭遇到不測，咁樣最後同佢接觸嘅2位家庭成員最有可能涉案。但係唔確定係湯繼輝定係湯婉希。湯婉希之前隱瞞資訊以及口供嘅矛盾，亦都引起咗警方嘅注意，所以覺得有必要對湯婉希更加深入嘅調查。於是警方再次嚟到一家3口短租嘅民宿，結果喺湯婉希居住房間嘅床墊、床頭、牆壁以及衣櫃裏面，發現咗大量嘅血液反應。憑住經驗，警方可以斷定呢一度就係謀害案件嘅第一案發現場。有人曾經喺呢一度受到嚴重嘅襲擊。如果受害者就係失咗蹤嘅郭女士，咁樣湯婉希就必然係最大嘅嫌疑人。警方向湯婉希表示話，想去佢嘅屋企調查一下，但係遭到湯婉希嘅拒絕。而呢一個時候，警方亦都冇搜查令，所以亦都無可奈何。警方現有嘅證據並唔足夠作出任何嘅指控，郭女士可能凶多吉少。之後最需要做嘅就係盡快揾返佢本人。而喺事件發生嘅7個星期之後，即係2012年嘅7月29號，警方接到報案電話，有遊船駕駛者喺列治文北部大約190公里嘅哈伍德島發現一個漂浮嘅可疑行李箱。
警方接到報案之後，撈出行李箱，然後打開，果然喺裏面發現咗一具已經腐壞嘅人類軀體。由軀體嘅姿態嚟睇，佢係俾人強行塞入去嘅。經過法醫去鑑定，軀體係屬於一名中年嘅亞洲女性，頭骨有4個嚴重嘅傷口，生前遭遇到暴力嘅襲擊。而喺佢嘅脊椎裏面揾到5口螺絲，呢個特徵符合到郭女士曾經做過脊椎手術。為咗進一步確定身份，之後做咗 DNA 鑑定，最終確認行李箱裏面嘅就係已經失咗蹤2個月嘅郭女士，而房間裏面嘅血跡亦都屬於郭女士，所以湯婉希嘅嫌疑大大增加。但係因為事發民宿同埋附近根本冇任何嘅監控錄像，冇辦法確定犯案人、動機、時間以及兇器，所以冇辦法形成一條完整嘅證據鏈。而警方為咗得到呢一啲關鍵嘅資訊，去指控湯婉希嘅罪行，佢哋選擇咗一種好特殊嘅調查方式。警方冇向外界公開發現郭女士嘅消息，亦都冇直接通知湯婉希，而係秘密展開咗一場臥底行動，希望用呢一個方法令到湯婉希親自講成個案件出嚟。2012年8月，警方安排咗一名華裔女警員扮成臥底聯繫湯婉希，向佢表示話：我知道有關於你嘅秘密，希望有機會同你見一見面。於是2個人約定咗喺一間咖啡店裏面見面。女警刻意打扮成社會不良分子嘅形象，然後用廣東話向湯婉希表示話：我喺海邊揾到一個行李箱，行李箱裏面嘅人嘅衣着同你失蹤嘅母親嘅衣着一模一樣，但係我未報警。如果你願意用金錢去解決問題，我就會幫你去解決問題，處理好呢一個遺體。當湯婉希聽到呢一段說話之後，佢轉身就離開。於是女警追咗上去，向湯婉希透露更加多嘅細節。女警表示話佢媽媽嘅頭部有多處嘅傷痕，如果警方見到一定會懷疑，但係只要你俾到足夠嘅金錢，我絕對可以幫你處理得乾乾淨淨。當時嘅湯婉希只係好心虛咁樣回應咗一句：佢嘅離開唔係我造成嘅。然後臥底女警員繼續向湯婉希表示話：大家都係華人，我唔會去為難你，我俾2日嘅時間你去考慮。如果你諗好咗就打電話俾我，如果2日後收唔到你嘅消息，我就會將佢交俾警方。講完呢一段對話之後，2個人就此分開。湯婉希思前想後，考慮過好多嘅狀況，卒之當日嘅晚上，佢就聯絡咗女警員，表示話願意用錢去解決問題。第2次見面，臥底女警員將2位朋友介紹俾湯婉希去認識。當然呢2位所謂嘅朋友亦都係臥底警員，佢哋亦都係打扮成社團人士嘅模樣。佢哋向湯婉希表示話，處理遺體對於佢哋嚟講問題唔大，因為呢一種事佢哋經常都會去處理，早就已經見怪不怪。我哋只係在乎金錢。喺我哋嘅團隊裏面有一個患咗絕症嘅兄弟，你只需要準備金錢，我哋就會安排呢一位兄弟幫你去頂罪。但係幫你頂罪嘅話，我哋就要知道所有嘅細節，以免警方發現有錯漏。原本充滿懷疑嘅湯婉希，一聽到有人幫佢頂罪，再加上幾位臥底警員嘅精湛演技，佢終於都跌入咗呢一個圈套。向臥底警員表示，承認喺2012年6月7號，就係郭女士失蹤嘅嗰一日，自己親手將佢謀害。湯婉希父母喺廣東嘅佛山從事家具生意，佢哋嘅公司營業額每年超過1000萬，家境好富裕。當然呢一切除咗因為父母嘅智慧勤勞，亦都有好大嘅原因係因為郭女士倔強嘅性格，佢處理業務嘅能力好強，同時間亦都掌管住屋企公司嘅財務，係別人眼中嘅女強人，同時亦都係一個控制欲極強嘅人。盡管係對住自己嘅兒子都係一樣，生活裏面每一個細節，由選擇工作或者兒子去結交女朋友，佢都會去干涉。湯婉希喺國內讀高中嘅時候，認識咗佢嘅初戀女朋友，但係因為女朋友嘅家境好一般，結果被湯婉希嘅父母強行拆散。
湯婉希認為母親嘅呢一種控制欲，並唔係佢認知中嘅母愛，咁樣令到佢產生咗極大嘅怨恨同埋反叛心理。由嗰陣時開始，亦都係湯婉希第一次希望父母從呢一個世界上消失。而喺屋企掌握住財政大權嘅郭女士，亦都十分嚴格控制住湯婉希嘅零用錢。雖然湯婉希作為一個富二代，但係手頭都從來冇富裕過。父母一心想要去出人頭地，高中未完結就已經幫佢辦理出國嘅手續。2006年，19歲嘅湯婉希被父母送到去加拿大留學，就讀於加拿大博學學院，學習酒店管理。父母嘅計劃係令到兒子攞到加拿大身份，永遠留喺加拿大。因為佢哋公司嘅產品有賣到去加拿大，但係父母二人並唔識得講英文，因此希望湯婉希畢業之後能夠輔助屋企嘅家族生意。但係當時嘅湯婉希對於做生意完全唔感興趣，佢只係感覺到人在異鄉都係冇辦法去擺脫父母嘅控制，佢哋乜嘢都要過問，又唔俾自己任何嘅空間，用金錢嚟脅迫湯婉希去遵從父母嘅每一個要求。而湯婉希亦都曾經同佢嘅同學去抱怨過，父母真係好煩厭。隨住湯婉希喺加拿大嘅開支越嚟越大，零用錢亦都開始唔夠用，為咗可以從父母嗰度取得金錢，佢開始對佢哋講大話。起初佢都只係以學校嘅各種費用作為借口，但係後嚟野心越嚟越大，向父母表示話住嘅地方距離學校太遠，想買一部車。但係實際上，湯婉希喺攞到錢之後，並冇去買車，而係不斷去揮霍，甚至沉淪賭博。好快，父母俾嘅錢已經俾佢輸得一乾二淨。湯婉希後嚟又欺騙父母，向佢哋表示話已經攞到永久居民嘅身份，但係其實只係攞到可以多次出入加拿大嘅訪問簽證。佢連工作簽證都冇，所以畢業之後冇揾到一份合適嘅工作，只能夠喺溫哥華嘅中餐館廚房裏面做下散工。每個月嘅收入只係足夠支付850蚊加幣嘅房租，然後仲要向父母索取幾千蚊嘅生活費。案發之前1年，郭女士做咗脊椎手術，湯婉希仲特登返到去廣州探望媽媽。而呢一次返到去廣州，佢又認識咗一個女朋友，更加係去到談婚論嫁嘅階段。但係父母都係因為對方家境唔好，所以作出反對。咁樣令到湯婉希非常之苦惱，因為佢覺得父母不但只用金錢嚟牽制住自己，而且仲去干涉自己作為一個成年人嘅私生活。所以呢一次佢冇選擇同女朋友分手，但係佢覺得呢個係人生裏面最黑暗嘅一段時間，所以以賭博作為解悶嘅方法。另外，畢業之後，佢嘅同學大多數都返返去中國，身邊嘅朋友圈越嚟越細，認識嘅人只係剩返中餐廳嘅幾個同事。所以湯婉希一直都有返返去廣州發展嘅打算，咁樣亦都可以見到自己嘅女朋友。佢向父親表示話，自己喺加拿大就好似坐監一樣，但係父親就要去繼續堅持。2012年5月19號，父母嚟到加拿大探望湯婉希，佢向父母表示話，由於自己嘅屋企係同一對夫妻去合租，所以父母唔方便喺呢一度居住，於是就喺附近嘅民宿租咗2間房間，亦都租咗1架車，但係就向父母講大話，話係自己購買嘅。期間佢帶住父母喺溫哥華四圍遊覽，而母親對自己嘅表現依舊係十分之苛刻。長久嘅積怨令到湯婉希嘅內心逐漸扭曲，佢好想擺脫呢一種處處被控制嘅生活啊，於是內心裏面就完成咗消除母親嘅念頭。湯婉希喺自己嘅房間準備咗一個錘，跟住喺6月7號嘅早上，湯婉希趁住爸爸仲未瞓醒，就叫郭女士單獨嚟到自己嘅房間，表示需要幫忙去收拾行李。當郭女士背住湯婉希準備整理行李嘅時候，湯婉希就用準備好嘅錘喺背後對住郭女士嘅頭部進行襲擊，然後就用床單揞住郭女士嘅頭部。因為郭女士喺度掙扎，所以繼續向佢攻擊，直到確定佢冇咗呼吸。事發嘅時候，佢嘅大腦同時一邊運轉，喺度諗需唔需要連同爸爸一齊去處理呢？佢喺房間裏面諗咗15分鐘之後，決定放棄，因為佢覺得如果2個人同時間消失，警方一定會懷疑到自己嘅身上嘅。
決定咗之後，佢即刻將郭女士塞入咗自己嘅行李箱，然後將行李箱擺喺車尾，跟住開車運返去自己嘅屋企，然後再返去案發嘅現場，即係民宿嘅房間，向父親表示郭女士失蹤咗。然後佢極力勸喻父親首先上機返去中國，等待佢嘅消息。等父親上機走咗之後，就返到去民宿嘅案發現場，開始清理所有嘅痕跡。去到6月8號嘅凌晨1點鐘，湯婉希拖住裝有郭女士嘅行李箱，揸車去到2號公路大橋，然後將行李箱抌咗落河，同時亦都將個錘抌埋落河。而染有血跡嘅床單經過清洗之後，然後燒毀。天光之後，湯婉希報警，表示郭女士失蹤，然後向警方、傳媒做一出好戲。以上就係湯婉希向臥底警員交代嘅作案情況。湯婉希完全相信臥底警員會揾人幫佢頂罪，所以喺講述作案嘅過程嘅時候，佢允許臥底警員用手機拍低落嚟，就係為咗幫佢頂罪嘅人可以更加清楚裏面嘅細節，唔會令到警方有懷疑。湯婉希呢個時候向警員作出咗一個提議，佢話自己依家冇錢，但係我哋可以偽造郭女士被綁架，然後再次將我嘅爸爸欺騙到嚟到加拿大。我爸爸嚟到之後，你幫我處理咗佢，之後佢成副身家就全部歸我擁有，你哋只需要開一個價。湯婉希恨惡自己父母嘅態度表露無遺。臥底探員順利攞到整個作案流程，佢哋問咗湯婉希一句：你有冇後悔啊？湯婉希表示話唔後悔，佢哋一直都阻攔我，唔係控制我一部分嘅生活，佢哋係我嘅父母，會控制我嘅一生。人總係要死，早一啲遲一啲，並冇乜嘢大不了。湯婉希表示話自己選擇喺加拿大作案，係因為呢一度並冇極刑。佢對於加拿大警方可唔可以破案，亦都抱住懷疑嘅態度。佢只需要掩蓋真相，誤導警方嘅調查。只要郭女士嘅身體冇被揾到，呢一件案件根本就好難去結案。但係冇諗到行李箱經過2個月嘅漂流，最終被沖到去哈伍德島上面。好彩嘅係被你哋發現到，而唔係警方。之後我哋只需要按住計劃將我嘅爸爸呃到嚟加拿大，然後由你哋去處理，成件事就會完結。警方收集到足夠嘅證據，喺2012年9月7號，警方正式逮捕湯婉希。面對住審訊，湯婉希百般狡辯，否認自己作案。於是警方將所有嘅證據呈現喺佢嘅面前，然後再播出佢同臥底警員見面嘅錄影帶。喺充足嘅證據面前，湯婉希再冇辦法去狡辯，最終承認咗自己嘅罪行。而佢嘅爸爸湯繼輝聽到消息之後，即刻由廣州再次飛到嚟溫哥華。除咗謀害罪名之外，由於湯婉希有計劃謀害父親嘅動機，因此警方仲加控咗一項意圖謀害未遂嘅罪名。湯繼輝雖然知道自己嘅兒子有謀害自己嘅意圖，但係佢對傳媒去表示自己仍然會支持湯婉希為佢辯護嘅理由，係因為自己嘅妻子已經去世，唔可以連自己嘅兒子都失去。佢又向自己嘅兒子表示話，無論你犯咗幾大嘅錯，我都會原諒你嘅。你媽媽已經唔喺度，如果失去咗你，我生存嚟都冇乜意義。無論你被判幾耐，我都會等你出獄。2015年9月21號，案件喺溫哥華最高法院開庭，湯繼輝以控方證人身份出庭作證。喺法庭上面，佢除咗描述喺案發嘅時候自己所遇到嘅情況之外，亦都不忘向陪審團表示佢十分了解自己嘅兒子湯婉希係一個好人，又表示自己咁樣講並非係想幫佢脫罪，而係只係希望陪審團唔好對自己嘅兒子有所誤解。湯婉希嘅事件，法庭已經確認係由湯婉希親手所做，而控辯雙方嘅爭論只係在乎點樣去定罪。辯護律師認為呢一件案件應該係二級謀害罪，因為係衝動而臨時起嘅意思而去作案。但係控方就認為呢一件案件係有連續性嘅。湯婉希處理咗母親之後，係有後續嘅持續傷害，係早已經有預謀，而且意圖明顯，認為係屬於一級謀害罪名。2016年2月2號，加拿大高等法院進行宣判。湯婉希二級謀害罪名成立，
被判終身監禁，17年不得假釋，亦即係表示湯遠曦可以喺2029年9月7號之後提出假釋嘅申請，獲取假釋之後將會被遞解出境返到去中國。案件終於完結。最後值得一提嘅係，湯遠曦被送入監獄嘅時候，竟然同身邊嘅警員講咗一句說話，佢話：我終於自由啦。今日嘅案件嚟到呢一度結束，歡迎大家喺下面嘅留言講下自己嘅想法。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讚好，或者喺下面嘅留言俾一個表情符號。我係頭盔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佢謀害咗全家人，而目的只係為咗自己嘅謊言唔被揭穿。而呢一個謊言嘅源頭，竟然係嚟自佢18年前無意中講嘅一個大話。究竟係乜嘢嘅大話，令到佢謀害自己嘅妻子、自己嘅親生骨肉、自己嘅父母，不惜任何代價，甚至乎家破人亡，都要守住呢一個謊言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頭盔。我哋今日講嘅呢一件案件發生喺法國，而今日嘅主人翁就係為咗一個大話而產生無數嘅謊言，都要維護住佢建立出嚟嘅形象，甚至乎去到家毀人亡，佢都在所不惜。今日嘅主人翁盧德喺1954年嘅2月出生於法國東部嘅一個叫做萊拉克嘅小鎮。佢嘅父母係專業嘅護林員，屬於國家嘅公務員，收入十分之唔錯，所以盧德由細到大都過住衣食無憂嘅日子。再加上佢係父母唯一嘅孩子，自然係對佢呵護有加。而盧德亦都係不負眾望，由細到大都好乖巧聽話，親戚鄰居都好喜歡佢。而父母亦都經常教育盧德，做人一定要誠實，唔好講大話。盧德喺返學之後，喺學業上面亦都得到唔錯嘅成績，佢非常聰明，亦都受到老師嘅讚賞，甚至因為成績好，所以提前咗1年中學畢業。由於盧德一直都好敬佩佢嘅父親，所以佢報考咗有關園藝嘅專業課程，希望將來好似父親咁樣成為一個森林護理員。但係好景不常，盧德因為喺學校受到同學嘅欺負，所以輟學。而呢一個變故令到盧德改變咗主意，佢唔想做森林護理員啦，佢依家想做一名醫生。1972年，18歲嘅盧德考入咗里昂嘅一間醫學預科學校，讀完預科正式進入大學，開始為佢嘅醫學夢想而去奮鬥。而佢嘅父母因為愛子心切，希望佢嘅兒子可以專心讀書，所以喺學校嘅附近特登買咗一個單位俾佢。盧德啱啱上大學冇耐，就遇到一個令佢心儀嘅女孩子，名叫做佛羅倫斯。佛羅倫斯亦都係讀醫學嘅，同盧德係同一屆嘅同學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經過一番瘋狂嘅追求，佛羅倫斯終於都答應同盧德喺埋一齊，確立咗戀愛嘅關係。而佛羅倫斯有一位好朋友，名叫做拉德。佛羅倫斯同拉德嘅關係十分之要好，所以好自然，盧德同埋拉德亦都成為咗好兄弟。喺學校裏面經常都會見到佢哋3個人一齊返學，一齊去玩。一轉眼去到第2個學年嘅學期尾聲，佛羅倫斯突然間向盧德提出分手，盧德備受打擊，而當時嘅時間又處於期末嘅考試，身心疲累嘅佢竟然因為飲醉酒錯過咗考試嘅時間。而呢一個考試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如果唔合格就冇辦法去進入下一個學年。而通常出現呢一個情況，只需要重讀1年，再重新考過一次就可以過渡到。其實相當於留級1年，雖然係十分之重要，但係未算係一啲致命嘅問題。而喺大學呢一啲情況，亦都係十分之常見嘅。但係當時方寸大亂嘅盧德，竟然係決定要講一個大話。佢話俾身邊嘅人聽，佢有參加到考試，而且已經合格通過。當時嘅盧德
絕對冇諗到呢一個謊言係會陪伴住佢一生嘅，而且喺往後嘅日子裏面越滾越大，大到係佢需要用一個又一個嘅大話嚟掩蓋呢一個謊言，而最終係以悲劇收場。對其他人講大話之後嘅盧德就好似冇發生任何事一樣，每日都跟住其他同學去上第3年嘅課程。佢外表睇起嚟係相當努力去讀書，但係實際上只係得佢自己知道呢一切都係假象。每次去到學期考試嘅時候，盧德都會特別活躍，特登向同學借課堂筆記，一齊去探討，一齊去學習。考試當日，佢亦都會同同學一齊去到試場，然後就趁住大家唔為意嘅時候，偷偷離開考試試場。因為大學分咗好多科目，而大多數嘅同學都係喺外面租住宿舍，所以大家嘅交往並唔係咁頻密，從而令到一直都冇人發現到盧德嘅行為。而喺事後，盧德都會向同學表示自己考得唔錯，合格通過，就連佢嘅父母都被蒙在鼓裏。就係咁樣，盧德喺大學嘅日子變成咗一個死循環。每一個學年佢都會重新註冊學生嘅身份，但係每一年佢都唔去參加考試，佢成為咗一個永遠都唔會畢業嘅學生。而畢唔到業嘅盧德由始至終都對初戀女朋友念念不忘。佢為咗獲得佛羅倫斯嘅同情以及關注，佢表示話自己轉咗科目，開始研究更加高層次、更加困難嘅腫瘤科專業。佢甚至向佛羅倫斯講大話，表示話自己患咗淋巴瘤，係一種唔確定嘅疾病，用嚟博取同情。佢又邀請咗大家共同嘅好朋友拉德嚟幫手勸喻佛羅倫斯回心轉意，或者係出於同情心，佛羅倫斯最終都同意去同盧德復合。一轉眼時間嚟到1978年，呢一年佛羅倫斯大學畢業，由於佢之前醫學考試通過唔到，所以後嚟轉咗去讀藥劑學嘅專業，所以畢業之後只能夠成為一位藥劑師，而唔能夠成為醫生。呢一件事成為咗佛羅倫斯心底裏面最大嘅遺憾。而佢哋嘅共同好友拉德就順利畢業，喺一間診所成為咗醫生。而盧德佢因為之前講大話，佢表示話自己轉咗去腫瘤科目，所以需要繼續學習，暫時仲未能夠畢業。不過佢話俾佛羅倫斯聽，佢一定會發奮圖強，成為一名成功嘅醫生嘅。到時候佢就會向佛羅倫斯求婚。呢一個時候嘅盧德心裏面不斷盤算，到底要一份點樣嘅工作先至能夠凸顯出自己嘅優秀，令到佛羅倫斯對自己刮目相看呢？思前想後，盧德覺得喺普通嘅醫院做醫生並唔夠震撼，唔能夠凸顯到自己嘅高人一等。突然間佢靈光一閃，佢覺得反正都係講大話，咁點解唔將佢講到最準呢？而放眼全世界，乜嘢嘅醫療機構係最頂尖，係得到世界嘅認可呢？喺當時嘅盧德嘅心裏面，答案只有一個：聯合國世衛組織。當時嘅世衛總部位於瑞士嘅日內瓦，距離盧德居住嘅法國並唔算太遠。於是盧德當機立斷，將自己包裝成為一個世衛組織嘅研究員，研究嘅就係腫瘤專業科目。1980年，盧德興高采烈咁樣去揾佛羅倫斯去求婚。佢向佛羅倫斯表示話，自己已經通過咗醫學委員會嘅考試，正正式式成為咗一名醫生，並且已經被里昂嘅國家健康醫學研究所聘請為研究員。而更加重要嘅係，佢已經被大名鼎鼎嘅聯合國世衛組織發現到佢嘅才幹，所以喺世衛組織亦都得到一個研究員嘅職位。咁樣嘅結果完全超出咗佛羅倫斯嘅想象。佢突然間發現盧德原來係十分之有才華，所以就答應咗盧德嘅求婚。對於佢哋兩個嘅婚事，佛羅倫斯嘅爸爸十分之贊成，因為佢覺得盧德係一個十分之努力上進嘅人，由細到大都老實聽話，從來都唔講大話。再加上而家又有一份令人羨慕嘅工作，簡直就係社會上精英之中嘅精英。自己個女嫁俾佢，絕對唔會錯嘅。而盧德嘅父母對自己兒子取得嘅成就，更加係喜出望外。佢哋居住嘅小鎮，幾乎所有人都知道，盧德屋企出咗一個大人物，竟然喺鼎鼎大名嘅世衛組織裏面返工。
結婚之後，佛羅倫斯先後喺1985年同埋1987年誕下咗一仔一女，兒子叫做安東尼，而女兒就叫做卡羅琳。一家四口生活愉快，實在令人羨慕。盧德為咗方便上班，佢喺法國同埋瑞士交界嘅一個小鎮租咗一間房屋，一家四口就係生活喺呢一度，日子過得非常之寫意。而實際上結婚之後嘅盧德，佢確實係一個好男人。佢對妻子愛護有加，對兩個孩子亦都十分之有愛心。唔需要上班嘅時候，佢會陪兩個細路仔喺花園裏面玩；而需要返工嘅日子，佢都會首先揸車送妻子去到藥房上班，然後再送孩子去到學校，自己先至返去公司。妻子對佢嘅評價係：盧德係一個可靠、有愛心、值得信賴嘅好丈夫。講到呢一度，大家可能會留意到盧德嘅工作唔係虛構出嚟嘅咩？咁樣點解佢需要去上班呢？原來盧德心思慎密，佢覺得需要做戲做全套。結婚之後嘅盧德每日嘅行程都好有規律，需要返工嘅日子，佢就會揸車去到位於日內瓦嘅世衛組織停車場，將汽車停泊喺嗰度，然後以訪客嘅身份進入世衛組織嘅辦公大樓，喺裏面嘅公共區域搜集一啲免費嘅小物品，例如印有世衛組織抬頭嘅紙張或者宣傳單張，然後將呢一啲宣傳單張放喺自己嘅汽車裏面以及屋企裏面。而當屋企人見到呢一啲文件嘅時候，就已經足夠佢哋對盧德唔會產生任何嘅懷疑。當然盧德亦都唔會每日去搜集呢一啲小玩意啦，佢大多數嘅時間都係去到附近嘅圖書館或者咖啡室去睇書，而佢睇嘅都係關於醫學方面嘅書籍，所以盧德喺醫學方面嘅理論知識都有相當嘅深入了解嘅，令到佢同佛羅倫斯甚至醫生朋友拉德一齊去傾談醫學問題嘅時候，表現得非常之自然，完全唔會跟唔上。喺一啲細節嘅方面，盧德都會好注意，例如寄信提款，佢都會盡量選擇喺世衛組織範圍裏面去做。除咗日常嘅工作之外，盧德仲設計咗參加世界各地嘅研討會。當然，盧德唔係真係搭飛機去其他嘅地方，而係每次都揸車去到日內瓦嘅機場，喺嗰度附近租一間旅館，然後就喺旅館裏面住好幾日。而喺旅館裏面，盧德會仔細研究旅行攻略，佢甚至會考慮到時差以及不同地方嘅天氣，然後就喺對應嘅時間打電話返屋企報平安，並且喺電話裏面描述當地嘅風土人情。返屋企之前就會喺機場嘅禮品店購買一啲紀念品送俾屋企人，向屋企人講大話，表示係喺不同嘅地方做研討會嘅時候喺當地嘅商店去購買嘅。出差嘅期間，為咗防止屋企人突然打電話俾盧德而露出破綻，所以盧德一開始就話俾屋企人聽，佢自己嘅工作需要高度嘅保密，由於公司害怕洩漏機密，所以出差期間唔可以用手機。如果真係有啲緊要嘅事，只係可以打去盧德嘅傳呼機，而盧德亦都會第一時間收到消息。不得不說，盧德嘅思維極為慎密，無論係工作、出差安排、日常嘅安排，佢都設計得天衣無縫，令人揾唔到任何嘅把柄。而聽到呢一度，大家一定會好奇怪，盧德嘅工作唔係虛構嘅咩？佢每日都有虛假嘅工作安排，咁樣盧德何來有金錢嘅收入去支持呢？之前講過，盧德喺大學嘅期間，佢嘅父母喺去學校嘅附近買咗一個單位俾佢。喺結婚之後，盧德就將佢放賣，得到嘅錢足夠去支撐一段時間。但係盧德喺度諗，咁樣都唔係一個長久之計。思前想後，佢突然間諗到之前睇過嘅一本書，書名叫做《龐氏騙局》。盧德向佢嘅妻子表示話，因為佢喺世衛組織上班，所以擁有一個特權，就係可以參與組織內部嘅投資項目，每一年都會擁有18% 嘅穩定收益，相當於就係員工嘅福利。大家唔好睇少呢一個數字，其實18% 嘅收益係非常之高嘅。因為股神巴菲特喺最近嘅45年，平均每年嘅收益亦都係20% 左右，所以盧德嘅屋企人一聽到有18% 嘅穩定收益，已經失咗理性，已經喺度諗要投入幾多嘅金錢落去。
而大家亦都留意一點，由於盧德表示投資計劃係自己嘅員工福利，所以只係能夠以盧德嘅名義去買，亦即係話要將金錢交俾盧德。首先攞錢出嚟嘅係盧德嘅父母，佢哋覺得反正自己都年紀老邁，都唔需要使用好多嘅金錢，所以索性成副身家交俾自己嘅兒子盧德。然後佢嘅父母又將呢一個投資計劃推薦俾盧德嘅叔叔，建議佢亦都將金錢擺出嚟。跟住仲有盧德嘅岳父，即係佢妻子佛羅倫斯嘅爸爸。佢爸爸有40萬法郎嘅退休金，岳父聽咗親家嘅說話，於是將大部分嘅養老金全部交咗俾盧德，幫助佢去理財。1988年10月23號，盧德嘅岳父佛羅倫斯嘅爸爸唔小心由樓梯上面跌咗落嚟，經過搶救之後不治。喺岳父嘅喪禮結束之後，岳母覺得自己一個人並唔需要住咁大間屋，於是就將房屋售賣。出售房屋之後得到嘅130萬法郎，又將佢交咗俾佢十分之信任嘅女婿盧德手上。一段時間之後，盧德由身無分文變成咗一個小富翁。盧德利用龐氏騙局，就係咁樣短短嘅幾年時間，已經欺騙咗300萬法郎嘅巨款，相當於大約2500萬嘅港幣。呢一筆錢除咗要支付好少嘅利息俾一啲提取現金嘅人，其餘嘅大部分金錢都放咗喺盧德嘅銀行賬戶裏面。佢用呢一啲錢買車買樓，過住又富貴又寫意嘅生活。隨住盧德嘅生活變得富裕，佢嘅慾望亦都向另一個方面去發展。某一日，盧德遇到一位漂亮嘅女人，佢名叫做科琳，職業係一位牙醫。離咗婚之後就搬到去法國。後嚟盧德同埋科琳就發展成為情人嘅關係。盧德為咗維持自己高貴嘅世衛組織專家形象，佢同科琳喺一齊嘅時候非常之奢侈，住最好嘅酒店，食最貴嘅晚餐，兩個人仲經常出國旅行。呢種關係持續咗一段時間。科琳覺得盧德畢竟都係一個有婦之夫，自己作為一個第三者，畢竟唔係一件光彩嘅事，於是向盧德提出分手。不過分手之後，兩個人依舊保持住朋友嘅關係，經常都會一齊行街食飯。有一次，科琳向盧德詢問一啲有關投資嘅意見，因為佢依家手頭上有一啲存款，希望可以經過投資去增值一下。盧德聽到之後，心裏面諗，客戶竟然主動送上門，當然立即就向佢介紹自己嘅投資計劃啦。科琳一聽到每一年有18% 嘅穩定增長投資計劃，再加上出於對盧德嘅信任，於是將全副身家90萬法郎都交咗俾盧德。同時間，科琳特別向盧德詢問咗一個問題：我嘅存款係唔係隨時都可以攞出嚟呢？盧德微笑住向住科琳表示話：你放心啦，以我同你嘅關係，唔通我會欺騙你咩？之後，盧德嘅銀行戶口又進賬咗90萬法郎，佢又可以繼續又快活又奢侈嘅生活啦。轉眼間嚟到1992年嘅6月份，有一日，科琳打電話俾盧德，向佢表示要攞翻嗰90萬法郎嘅存款。盧德聽到之後，深呼吸咗一下，因為嗰90萬法郎已經差唔多俾佢花光。於是佢揾咗一個藉口，向科琳表示話：你嘅存款當然可以攞出嚟啦。不過我哋要向基金經理申請，至少都要3個月嘅時間。結果過咗3個月，盧德又向科琳表示話，自己之前患過淋巴瘤，依家舊病復發，冇辦法去到銀行提款，大約要等到12月嘅時候先至可以去到。科琳聽到之後，雖然心生疑惑，但係亦都無計可施，唯有繼續等待盧德嘅消息。但係實際上，科琳係注定永遠都攞唔到呢一筆錢，因為盧德嘅龐氏騙局終於破滅。1992年12月，盧德嘅媽媽收到銀行嘅信件，信裏面話佢嘅賬戶扣支咗4萬法郎，而呢一個賬戶一直都係盧德使用嘅。盧德知道之後，佢一邊安慰住母親，表示話肯定係銀行方面出錯，佢會去通知銀行處理好嘅。而另一方面，佢開始去思考，究竟點樣先至可以解決眼前嘅困局呢？終於嚟到12月份，科琳嘅90萬法郎以及媽媽賬戶透支咗嘅4萬法郎，呢兩筆錢佢都必須要去解決，但係佢身上面已經冇多餘嘅存款，根本就無力償還。
萬一事情曝光，佢咁多年嚟苦苦經營嘅好好先生形象會一下子就崩潰。咁樣嘅局面，盧德連諗都唔敢去諗。但係佢心裏面有一把聲音向佢表示話，如果呢一啲錢唔使還就好啦。於是盧德下定咗決心進行一個計劃。盧德首先主動聯絡咗科林，佢約咗科林喺1993年嘅1月9號見面。盧德向佢表示話，衛生部長會喺嗰一日邀請佢去食飯，希望科林能夠陪自己一齊去。食完晚飯之後，就順便將90萬法郎還俾佢。科林聽到有得攞返存款，當然係冇問題啦。佢哋完結咗通話之後，盧德喺佢爸爸嘅屋企借咗一把自動手槍，然後喺自己嘅銀行戶口攞咗2000法郎，去商店買咗一個滅聲器。約會科林嘅前一日，即係1月8號嘅晚上，盧德趁住妻子佛羅倫斯瞓着覺嘅時候，盧德手握一支搓麵粉嘅木棍，向住妻子不斷攻擊。喺解決咗妻子之後，盧德並冇覺得特別嘅慌張，而係安安穩穩咁樣喺床上面瞓咗一覺。第二日一早，即係1月9號嘅早上，盧德叫醒咗一對兒女，為佢哋準備咗早餐，然後陪佢哋睇咗一套卡通片。當兩個孩子向佢哋嘅爸爸盧德詢問媽媽喺邊度啊，盧德向佢哋表示話，媽媽仲喺度瞓緊覺，唔好去嘈醒媽媽。三個人睇完一套卡通片，盧德叫咗兩個小朋友上樓，然後用槍對準佢哋嘅頭部，每人開咗一槍。解決咗自己嘅妻子以及一對仔女之後，喪心病狂嘅盧德依然仲未停落嚟。佢打電話俾佢自己嘅父母，表示話過去同佢哋食飯，然後就揸車去到佢父母嘅屋企。盧德嘅爸爸媽媽聽到自己嘅兒子返嚟食飯，十分之開心，即刻去廚房去準備。但係佢哋萬萬估唔到，呢一餐竟然係佢哋人生裏面最後嘅一餐午飯。午飯過後，盧德揾咗一個藉口叫爸爸上樓，然後毫不猶豫喺佢嘅背後開咗一槍。之後重施故技，用同一個方法解決埋佢嘅媽媽。解決咗爸爸媽媽之後，盧德就揸車去科林嘅屋企，準備同佢去食晚飯。科林係盧德嘅計劃裏面最後嘅一步。佢認為只要解決咗科林，佢所有嘅謊言都唔會被揭穿。時間去到1月9號下午6點鐘左右，盧德順利接到科林上車。喺駛去餐廳嘅路途之中，盧德故意將汽車開到去一處森林，然後假裝汽車機件故障。當兩個人落車檢查嘅時候，盧德喺科林嘅背後突然用手勒住科林條頸，但係科林極力反抗。喺強烈嘅求生欲之下，佢竟然擺脫咗盧德。盧德眼見失手事敗，向科林直接跪地求饒。佢向科林表示話，自己係受到藥物嘅影響，先至會做出剛剛嘅怪異行為，懇求希望得到科林嘅原諒。佢又向科林表示話，今日發生嘅事一定要保密，如果有第三個人知道，你就唔好諗住攞得返嗰90萬法郎。喺盧德嘅軟硬兼施之下，科林只能夠暫時接受佢嘅意見，並冇去報警。盧德雖然冇解決到科林，但係所有嘅局面都算暫時穩定咗。跟住落嚟，盧德需要做嘅就係計劃嘅最後一部分，毀屍滅跡。盧德同科林分開之後，然後揸車返自己嘅屋企，然後就好安靜咁樣坐喺客廳裏面睇電視。時間去到凌晨嘅時分，大約2點鐘左右。盧德心裏面諗，係時候可以行動啦。盧德用事先準備好嘅汽油，然後倒去屋企嘅每一個角落，跟住攞起打火機點火。跟住盧德好淡定嘅走上2樓嘅一間房間，然後用衣服塞住門嘅罅隙，跟住就去進食咗幾粒過咗期嘅安眠藥，然後就鑽入被窩好好瞓一覺。喺下面嘅大廳，紅紅嘅烈火燃燒住，而根據盧德嘅計劃，大約凌晨2點鐘左右，屋企附近就好快會有清潔工人嚟工作，而大火就會好快俾人發現。果然，根據盧德嘅計劃，清潔工人好快發現咗着火，然後隨即報警，消防部門亦都好迅速趕到嚟現場，大火隨即被撲滅，而一家4口只有盧德一個人被救活，妻子同埋2個小朋友都已經喺火災裏面去世啦。
盧德被送到去醫院之後，佢蘇醒過嚟，佢仲以為自己天才般嘅完美計劃一定會得逞，但係經過法醫部門檢查，確定佢嘅太太佛羅倫斯同埋佢一對仔女喺火災之前已經離開世界。之後消防部門亦都調查出呢一個火災係屬於人為嘅，證據就係喺屋裏面揾到2個空嘅汽油桶。另一方面，同一時間盧德嘅叔叔亦都報咗警，因為佢去到盧德嘅父母屋企，發現到2個老人家嘅遺體。經過警方鑑定，確定盧德嘅父母以及盧德嘅一對仔女都係死於同一把武器之下。而好快警方就懷疑到唯一嘅幸存者盧德嘅身上。經過警方嘅連番審問，終於揭開盧德嘅驚天騙局。喺世衛組織上班，18% 嘅穩定投資收益、大學畢業證書、社會精英等等，原來全部都係假嘅。更加令到社會震驚嘅係，佢為咗維持自己嘅好好先生形象，竟然向自己嘅妻子、兒女、父母狠下毒手。真相被報道之後，整個法國都被呢一件事件所震動，而面對住警方審訊嘅盧德，亦都自知冇辦法脫罪，於是對所有嘅罪行直認不諱。1996年7月6號，盧德被判終身監禁，22年不得假釋。去到2019年，已經服刑咗26年嘅盧德獲得假釋，佢冇面目返到去自己嘅老家，只能夠前往去到附近嘅一間修道院，帶住警方為佢佩戴嘅電子鎖扣，喺修道院裏面寧靜咁樣過埋佢嘅下半世。回顧呢一件事件，源頭就係18年前嘅一個大話。盧德曾經喺法庭上面表示話，我之所以唔敢講出事實，係因為害怕失敗，害怕辜負我嘅屋企人。有時候我都曾經諗過唔再講大話，但係當睇到身邊嘅一切，睇到妻子同埋兒女幸福嘅生活，我唔想失去呢一切。所以為咗將呢一切維持落去，我只能夠不停嘅講大話。誰不知呢一個大話一講就講咗18年。我哋今日嘅案件嚟到呢一度結束，大家可以喺下面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。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讚好，或者喺下面嘅留言俾一個表情符號。我係頭盔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